呢三句都係形容人外表同埋精神狀態最通俗嘅粵語，唔知你又識得幾個呢？第一個讀咧啡，核心意思係妝容凌亂、衣着邋遢、不修邊幅、吊兒郎當。咧字有排列嘅意思，《後漢書與服志》有記載，張公帶肩遮咧出入，意思係古代帝王出行嘅時候，武士列隊警戒，攔截行人通行。啡字說文解釋為一躍復耕種也，咧啡兩個字連起嚟咧，粵語就比喻為原來整齊嘅行列被翻亂咗，引申為凌亂唔整齊。第二句讀啡陋，同樣係指衣衫不整、舉止隨便。陋字說文解釋為汪也，亦就係曲背嘅意思。原本嘅意思係指恭敬彎腰嘅姿態，後來就引申為駝背。第三句讀陋哺，哺字雜韻解釋為婦人肥貌，又駝背又肥腫，所以粵語就引申為形容人衣着臃腫唔整齊。當然啦，呢三句亦唔係廣東所有地區都有使用，唔知你家鄉又有冇呢個講法呢？